啊，讲这黄鸿升真有可能是伫个下境骨倒去靠着头壳来过往，所以大家就开始来讨论这个下境的安全问题。讲这个地板的材质是毋是会当止骨，这真重要。还佫有电火就要有够光，啊鞋嘛爱防骨，啊嘛爱按迄种防骨的手环。尤其是厝内底闹老大人，更加爱注意。若是一个当下跋倒是真食力，轻食骨头会断去，严重食头壳来出血。 像这种瓷砖呢，碰到水的话，相对容易打滑。室内设计专家讲，这款的泰路为着美观，表面拢有碰过，显然有水会记足久嘞。一片外空间，处处拢暗中为基，上要紧就要看伊地板的材质。它凹凸面的目的呢，就是主要就是在防止那个打滑的现象。愈粗愈好，啊，若是无得改变，上好铺一寡防骨的物件。 过来，已经内面上好片面尖尖角角的设计。当你跌倒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就会产生比较致命的一个危险。最好要有个弧度。无尖角所在，若磕到嘛较袂遐严重，打湿分离嘛要好好设计。改为鹰钩的方式去处理这个地板踏阶，然后可以摆在浴缸跟地板之间的高度做缓冲到这个。有一个大帮出入会较轻松，若无设置，恐惊造成一世人的危险。比较容易在浴室跌倒的族群，还是以老年人为主，那有可能造成骨折。刚好在头的话，当然它也有机会会造成颅内出血。老大人甲囡仔出入浴缸拢会设置，唔通让浴缸变成温馨的杀手。